話說香港呢個彈丸之地，自古以嚟就係風水寶地。從太平山頂到維港海旁，從中環摩天大樓到九龍城寨，每一寸土地都藏住玄機。而喺呢座城市入面，有一班神秘人物，佢哋手執羅盤，精通易經，只需開口講幾句，就可以決定一個地產項目係咪起得過，甚至可以左右一個富豪嘅命運。佢哋就係香港嘅風水師。你以為風水師最多賺幾百萬？大錯特錯。呢個行業嘅水深度你唔信。最有錢嗰位身家20億港紙，富可敵國，買起成條街都得。仲有個更加離譜嘅，一世人從來唔收錢，但係病倒嗰陣，李嘉誠同楊受成呢啲超級富豪竟然搶住幫佢出千萬醫藥費。今日就嚟大起底，睇下呢班風水師邊個先係真正嘅吸金王者。第一位，李居明，身家20億嘅粵劇風水王。講到香港風水界邊個最有錢，10個人有9個都會講李居明。呢位師傅唔單止係風水師，仲係密宗法師、粵劇編劇、礦場老闆、物業大亨，簡直就係斜槓玩家嘅始祖。據港媒估計，佢身家超過20億港紙，穩坐風水界首富寶座。講起李居明嘅發跡史，真係一部勵志傳奇。1955年出世嘅佢，老豆係上環賣雞蛋嘅檔主，屬於基層家庭。不過呢個後生仔腦筋精靈，1977年喺浸會學院傳理系畢業之後，先係入咗信報做財經記者，之後又俾黃百鳴挖過去新藝城電影公司做宣傳部主管，甚至寫埋劇本，靈氣逼人就係出自佢手筆。當年佢同袁志偉、黃杏秀呢啲傳媒人同台讀書，點知最後竟然行埋玄學呢條路。1988年，李居明正式成為全職命理師，創辦奇聞雜誌社，以玄學角度報道娛樂財經新聞。1989年更加遠赴台灣學習密宗佛理。1996年喺日本高野山得道，獲僧號而言，成為佛教真言宗第55世金剛亞洲尼。你話勁唔勁？一個賣雞蛋檔主嘅仔，居然做到日本密宗大師。不過真正令李居明揚名立萬嘅係嗰次震驚國際嘅可口可樂風水大改造。2000年，可口可樂連續2年業績倒退，美國總部病急亂投醫，竟然請呢位香港風水師飛去亞特蘭大睇風水。李居明去到總裁辦公室，左睇右睇，然後開口就係金句連珠。佢話辦公室格局有問題，建議調改商標顏色，改用金水做包裝推廣策略。老總聽到都傻咗眼，心諗呢個亞洲人唔係講笑。不過最神奇嘅係，照佢講嘅做之後，可口可樂股價真係回升啦。自此之後，李居明就有咗個響當當嘅稱號——可口可樂御用風水師。呢單嘢喺業界傳開之後，李居明嘅身價即刻暴漲，啲跨國企業排住隊要請佢睇風水。更加離譜嘅係，李居明仲用風水術揾到恐龍化石。2002年，佢以堪輿飛星秘技幫美國考古學家揾恐龍，成功發掘咗世界上第一隻海龍化石。2004年，佢又以白運理論點穴開礦，喺美加聖瑪利河丘成功開採聖湧泉激特班彩寶石。呢座礦場仲以佢個名命名 ，Master Edward Lee's Mine， 全球唯一一座用風水師個名命名嘅礦場。中港台富豪以擁有李居明礦場出嘅班彩螺為榮，有啲更加喺蘇富比拍賣會拍到天價。李居明嘅商業版圖簡直大到離譜，佢嘅風水物品店吉祥居喺90年代後期進軍內地市場，而家有幾十家加盟店遍佈中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地。2003年，佢斥資買咗九龍塘金巴倫道24號豪宅，2010年改建為大師堂，作為法院總壇。同年又以8000萬港紙購入同區20號物業擴建。單係靈位生意，每個靈位收費8000到38000港紙，場內估計可放超過5000個靈位，可以賺近億港紙。出版方面，李居明簡直係印鈔機，佢出版咗大約98本書，包括4本英文書，年度運程書更加係長期佔據暢銷書榜首位。佢仲創作咗37套粵劇劇本，包括粵劇毛澤東、粵劇特朗普呢啲爭議性作品。2012年到2025年，
佢以每月100萬港紙租金接手經營北角新光戲院長達12年，總共投入約1.4億港紙租金。佢自己都笑住話，蝕咗嘅錢可以買幾層豪宅，但係為咗推廣粵劇文化，佢甘願貼錢。講到明星客戶，李居明嘅名單更加星光熠熠。記得有次 TVB 節目《天日開運王》去關之琳嘅豪宅拍攝，李居明指住一面可以180度俯瞰維港美景嘅落地窗話：呢度可以睇到香港龍脈，讓佢財運亨通。連關之琳屋企裏邊2個金錢炮抱枕，佢都講到天花龍鳳，話炮同步法，步庫同音，有利於聚財。關之琳聽完當然好開心，佢曾經話呢套房買嚟光裝修就用咗1年時間。房間裏面嘅每一件物品，每個顏色都請風水師睇過。最搞笑嘅係，關之琳嘅親弟弟關世華本身都係風水師，憑呢門手藝都成為富豪，買咗半山豪宅。對於20億身家，李居明從未正面否認。呢位集風水師、密宗法師、粵劇編劇、商人於一身嘅傳奇人物，堪稱香港玄學界嘅全能王。有人話佢將風水生意做到咁大，已經唔係單純嘅玄學，而係一盤精密計算嘅商業帝國。不過無論點講，佢嘅成功絕對令人嘆為觀止。綜合李居明嘅吉祥居連鎖店遍佈全球，佛苑靈位生意近億港紙，礦場收入、九龍塘物業過億，出版版稅、粵劇製作等多元化收入來源，加上佢租12年新光戲院，都可以一次過掟1.4億蚊出嚟。身家保守，估計20億港紙以上，係香港風水界當之無愧嘅首富。